接下来是问你会怎么做规划的这种题型，回答的句型就是会怎么样，会怎么样，还会怎么样。是袂用住，袂用住，也袂用住。我们来做这一题哦。那是讲很头强，很袂用住就古贵，抢简单生命。套用句型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回答。那是讲爱头强，爱袂突然提出了的贵人些。袂突然办强力的费，也袂负责好好照顾贵人。另外，我们喂鱼养鱼的方法有很多，一样套用句型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有别的答案。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回答：那是讲爱头强，爱袂什么一件上，突然提出了的贵人些。袂自字文土，即使爱办强力的费，也袂观察贵人就各种么。我们再练习另外一题。那是讲很头强一只狗，很袂用住照顾鬼，抢简单生命。一样的，我们套用前面学的句型之后。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回答：那是讲爱头强一只狗，爱袂突然牵鬼七开散步，袂突然甲鬼学的是亲强力，也袂负责甲鬼说无信。好，我们养狗还有要注意其他的事情，一样套用句型之后，我们可以做另外的答案来回答。那是讲爱头强一只狗，爱袂先土鬼开自二风沙，突然牵鬼七开面通，得鬼些人用的物件，也袂含鬼送，